祝愿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4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、12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4节。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圣洁。基督徒爱追求圣洁，这个圣洁并不是家己认为的圣洁迄种的自骄傲，是谦卑的相信、坚定实践，互上帝称咱做圣洁。基督徒所需要来追求圣洁，是因为咱所敬拜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安尼咱只有家己来洁净家己，来准备家己，进入对圣洁上帝的殿内底来敬拜伊。犹太教的传统敬拜上帝需要分别罪性，先甲世俗的生活隔离，并且用宗教礼仪的认知的洁净的方法来互家己成做圣洁，但是这也是无够的。因为人无法度靠家己来洁净家己，只有靠主的救恩才会当洗净咱家己。正着信靠上帝，领受救恩，互咱会通得到洁净。以赛亚书26章第1节到第4节，先知提到着讲，只有永远信靠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咱唯一，而且是永远的依靠。迄日伫犹大地会唱这首歌，阮有一个坚固的城，上主用胜利做城，像个堡垒，就拍开城门，互忠心正义的人民来。心坚定的你，使因平安欢迎，因为因信靠你，就永远信靠上主，因为上主咱的上帝是永远的照伴。为了看免错的教会的基督徒，应当着爱准备家己，应当着爱警醒，来专心仰望主耶稣基督，并且成做顺服的儿女。为了因为享受救恩，互咱呼召咱的上帝是圣洁的，咱要有其他的方法会当来亲近上帝。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16节，彼得安尼讲：所以你的心志着准备好势，着警醒，专心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所要赐予恁的恩典。着做顺服的囝儿，毋通照恁以前毋捌上帝的时放纵私欲。呼召恁的上帝是圣洁，恁伫一切的行为嘛着圣洁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恁着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彼得更较明白地讲着圣经讲基督徒爱圣洁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所以，对其圣洁是基督徒敬拜上帝首要基础的要求之一啦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、12节到19节。我听上帝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，伊爱通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，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痛牵着我，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叫上主的名讲，上主讲，求你救我的性命，上主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来报答你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主的名，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面前对上主承我的愿。上主看伊成的子民的死极其毋甘。上主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仆人，是奴婢的囝。你已经透开捆绑我的锁，我要对你来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叫上主的名。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伫上主殿的城内面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主承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
感谢圣洁的主赏赐救恩，阮会通因为相信来被称作圣洁。虽然安尼，也求主帮助阮伫生活中间对其圣洁来敬拜上帝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